哇塞，然后点一下。能不能行？我拿你手机给你看。 江南的四大名镇，是指的周庄、同里、西塘、乌镇古镇，它们都以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、清丽婉约的水乡古镇风貌、古朴的吴侬软语民俗风情驰名中外。其中，小桥流水人家的规划格局和粉墙黛瓦、马头墙的建筑艺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，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，是我国江南水乡风貌最具代表性特征的城镇。周庄位于江苏省苏州昆山市，开发得最早，知名度也最高，有着天下第一水乡的美誉。全镇依河成街，桥街相连，深宅大院，重脊高檐，合府廊坊，过街骑楼，川足石栏，临河水阁，一派古朴幽静，小桥流水人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。找古旧的东西，来往上点，上来，这样式效果好点，是吧？看，有树叶，有蓝天，有小桥，有人。怎么走？可以。花那儿去。嗯。没有。你咋还没吃呢？对。没要。
哎，你看，这有表演。呀，这谁表演的？巧的吗？他们安排的吗？不是。他俩自己啊？我操，会活呀他！不是真的，这是谁弄的？咱这就分没在一起啊！这怕什么？这门票还不得个几十啊？拍摄在哪儿呢？这景区安排的呗。对，我感觉是吧？不是自己来的。这巧了。这俩桥都能进来，拿着撤了。这人太明显了，那会儿。多好，喝小酒，倒着舞。这门票你要给个几十啊？多好！仨人。是啊。这下，哎，哥们儿，你坐地里了。你看看水箱，看到吗？哇，这挺好看的。看见没有？是啊。对，你看，这是家。妈妈。对，他跟那个北方都老是有个土的，没有土的，就可以浇它酱油。嗯，对。哎，他俩碰一起喽！哎，你看这也堵车啊！堵车了。有个桥似的。那就对了，也是玻璃。这个菜可招牌。有点作用就没完。他不是说号称是他家第一家吗？第一注册吗？先涨价，然后再下回。平时的有时候价格。Hello， 这里有家高五，没有那边中国的，那边中国的。来，老婆。